吉隆坡，东南亚国际大都市，马来西亚最高速度，泰流、泰港、台湾有古茶。佢大量一组上市兴起嘅吉隆坡之王，一个名嘅都見係用起上市嘅套路行。用客家話念起來，你就未一順啦。冇上吉隆坡嘅王者，竟然未係客家人。19世紀嘅中國，十月康流行等乒乒乓乓嘅熱情節奏，一邊論壇揾嘅片，一邊打算喊一啥？其中前生猛有力，喊得 Oh my God， 買奶匆匆嘅就去太平天國，也更是太太影響十八天南方嘅客家朋友。有等人講入太平天國，喊得 Oh my God， 有等人自己跳繩上嚟，這都未下事哦。跟未來嘅吉隆坡王一下來，就喺安陽嘅背景下，來到為南洋嘅馬六甲八個親戚，老當到強時代嘅客家移民供養，佢哋大蘭宮落實。不過王家嘅思想老冇供養，除咗工作順情以外，少年一下來還親口度叫，其他伯伯咧喺賭場後小氣，各位就直接數到槍槍。一啲強健手就走到那個一個礦場，對呢部分大蘭宮重新出發。隨時都經驗出過後，一下來開始經驗自己嘅生產力。只有功夫，基本行情可以啊！佢聽聽當地發現最高兩超甲比單，生命力太高。歡迎唔係博派，係兄弟嘅。我功夫是咩好歡迎哦？發現一名主食嘅飛檔，當集經驗馬來人嘅呢結婚發生打鬥，地上對標中，太火嘅頭拿轉嚟唔見睇你。要數高冇強高，每件咩做得起傳奇。24歲嘅一下來，換推幾年前嘅甲比單，即係 level up 變做太火嘅。下後要來到吉隆坡，聽說兄弟嘅管理一個地方。外面實際狀況太強，上升時期要超過5000米抗攻用體。唔過，鐵強的核心風炮就當然閃踢。其他莫查查嘅反應勢力，老上空上嘅強力順嘅馬來勢力，都啲順項木當當嘅。對1866年開始，吉隆坡一直係提太亂掉嘅狀態，一下來每日本天然腳走，一直到8年後，就算大洋天然重返強力嘅王座，對飛機當中重新建設一個地方，樹愛向下講，人愛向下扛。第一來老兄弟嘅管理之下，城市恢復繁榮，開礦場、修鐵路，還實地嚟好搞老老年煙。比人認識嘅吉隆坡，天天嚟發展基礎。一個西漂戰亂，離太向大蘭宮嘅移民後生人，現做得成為一個國際都市嘅開拓先鋒，也可能係這樣時一下來上船嘅時節，從來冇想象過嘅事情啦。喺台灣，係沒有當到外地來嘅移民朋友，實地一片去醫院好搞，也可以投身慈善事業，聽說一座社道變到更加好。雖然這樣時家帶來嘅目的冇聽作供養，不過前面對於難得嘅嘅土地貢獻自己嘅力量。下一擺當有機會行啲吉隆坡嘅路況，是我唔記得是一個海外嘅客家後生條，留佢強強強強嘅冒險故事哦。客棧，哈哈哈點，你找來了。